来继续嘛是正大消息，来看国民党选举后大改革，希望会当脱胎换骨。尽管这个党主席朱立伦裁并着黄复兴党部，得到党内大部分的人的认同，但是也是有反弹声音，尤其是国民党内上悬的决策单位中常委的改选，竟然是第一届来出现着无够人竞选的冷清的状况。朱立伦经过这么多纷纷扰扰，伫个政治人物好感度的民调是落甲真后壁。朱立伦讲，为着国民党好，伊愿意来担罪。高雄致敬国父过身99周年，国民党却是连续3届总统大选，甚至连中常委的改选嘛无几个人愿意奉陪。我个人认为，就是中常委的功能呢，确实应该要做加强跟提升，因为它还是有这个组织的存在啊。那么对于党中央来讲，绝对还是有一定的帮助。中常委无甚物职权，即马更到9位学界教授集中火力，批评拿赢赖做法的程度是3党上低，因为新任的中常委内底8位民选的公职中，敢若有1位立委。甲顶一届比较起来，无尽颠倒退步。这些被选出来的代表能够跟我们基层的党员能够有实质的连结，形成一个集体决策、集体领导，而不是党主席一人领导。那我愿意背黑锅，我愿意背骂名，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只要国民党好，这是我努力的目标。面面在人，要过数来要60到11席由党主席指定的中常委的名额，有467万民意基础，伊敢有机会做中常委？你除了改革黄复兴，你要设法拉到其他的党员啊，不是你把他都打死了也没用啊！你拉进来的党员一定要跟他 balance， 最后变成社会上他的党员的结构跟社会结构是一样的。我相信他是媒体人，他会保持他这样的一个立场。我们持续的来尊重，包括我们的县市议会的议长，以及我们立法院党团的负责人，就是成为我们内造化我们指定中常委的名额。真需要改革的100年大党，唔惊万事起头难，就惊过程总是多灾多难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